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熊一奎，我是小主播阿梦，我是小主播珍姐。欢迎收看下礼拜的社会吃天谱。现在台湾的人对通关工人更唔係很了解。佢對1992年嘅時節，由世界勞工組織 ILO 所發起一家替片的議論。可是我好奇的是，兩位你們知道什麼是童工嗎？就是小孩子他做的事情、工作，就是對他的身體或者是心理會有就發展不好的，而且不符合他現在年齡該做的事情。根據了解社記者講嘅，確實也捕捉到童工嘅群入，不過最近嘅童工用嚟到定義，係做乜為咗童工？同我來看下禮拜嘅社會大議題。你有聽過童工冇？大家講嘅童工，講嘅就係認真做事，無法透過正常人嘅韓國去學校讀書嘅聲音呢。喺農業時代，大部分嘅童工都係啲副卡同野外聽工中。到為18世紀工業革命過後，有位聲音呢就做在操作嘅簡單機器，故就由當道嘅聲音呢一批工廠變作為全職工業。聲音呢現在冇按過態，作為到當道睇人無法度做為事。韓國工錢又便宜，故所當道嘅工廠韓國工匠都好請聲音呢來做工業。不過有冇野到聲音的呢？野到副卡都卡苦。一部太細都會是條路去賺錢，故做家到就無限好去教，咪無限好讀書誒。也係21世紀嘅，還係有童工嘅問題。按到先進國家大頭家，必須從韓卡賭錢，或者卡落後國家嘅聲音呢來做標準，係韓國大沙灘也個濟。就聯合國嘅統計，現時全世界有1億6000萬嘅童工，還有6個聲音呢就一定係童工咯。哈，按多年哦。不過世界上有當人都什麼啲嘅傳統禁止童工運動。從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嘅得主沙提阿提就成立咗搶救童工運動組織，結果好點點嚟去查印度嘅工廠，叫出本人賣去工廠做事嘅聲音呢，本也得個正常嘅食飯。食材懂好哦。不過結個童工問題，哪有按改？因為家到不卡單單都卡苦。係個無記嘅一嘅問題，一條聲音呢，行喺我本人送去其他所在做事，冇聽錯，我比先前嘅環境行卡唔好呢。點明嘅，人就更加的關心童工嘅問題。我在看了這個動畫，對你們來講，有沒有什麼獲得一些讓你很意外的資訊？我很嚇一跳的是，有全球1億6000多萬的童工，然後化成比例的話，竟然是1/6的兒童是童工。那我想。這樣的數字大到我無法想象，我們是不是透過一些分布圖來一一看一下這些童工究竟主要在哪一些的國家？從那個深紅色開始是他們從事高度危險工作的童工，然後接下來是橘色，從事的是有比較沒那麼危險但也算是危險的，然後接着黃色是中度危險工作的童工，以及綠色是低度危險，然後其他比方說我們看到有灰色部分，就是我們在收集上沒有收集到這邊的資料。看到這張圖，你們第一個感覺是什麼？好可怕！現在我們整個地球有一半以上都是紅色、橘色。台灣是什麼顏色？台灣是綠色，可是中國大陸卻是紅色。就在我們隔壁的這麼大的國家，它有很多極度危險工作。你對於這些國家，你們有什麼印象嗎？很窮吧？你原本就覺得這些國家是很窮的國家？大部分除了地圖的分布，我們透過我們在網絡上有一些是我們的小記者自己找到的童工的照片，它是呈現怎麼樣的一個樣態？我們一個一個來看好不好？你們看得出來這個小男生在做什麼嗎？織布吧。嗯哼，你覺得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工作環境？狹窄，空間很小，很陰暗。來，我們來看下一張照片。好，這個小女生幾歲？7、8歲吧， 8、9歲。然後切到手指頭怎麼辦？哦，刀會有危險，會不小心切到手，會很噁心吧？那個魚腥味很臭啊，然後還要幫魚剖肚啊，然後那個它的鞋啊，他們有穿鞋子，會不會是這樣比較方便？因為鞋子會濕掉，地上是濕的。沒有，可是如果它那個魚鱗啊或魚刺不小心刺到腳怎麼辦？嗯哼，
他在做什么？你看得出来吗？这个工作你们可能比较陌生。打铁。他那个手如果不小心碰触到那个高温的地方，就会烫可能就伤。烂掉。那你有看他戴手套吗？没有。另外一只手是不是有戴手套？拿着火钳的那个手哦。它的温度应该会很高，然后而且它下面都是碎钉子。如果它的鞋子没有很厚的话，可能就钉子会刺进去，然后就会伤到脚。你觉得这2个小朋友头上搬的那6块砖块，你搬得动吗？假设6块砖块，照这个大小，你大概也知道这个砖块的重量。这么大的砖块6块，你觉得你可以搬几块？我们都是太被宠爱的小孩。温室里的花朵，捡垃圾吧。在台湾都是老人在做哎。他们应该都是家庭很穷的，然后爸爸妈妈要做更辛苦的工作，然后让小孩也来做工作，要不然他们可能一家子都活不了。其实，你底下的台湾哈，看到安个画面，除了冲击，还能冲击，因为你完全无法的想象，因为就按时性呢而做那种事情。所以，除了2个设计家看到安个画面，其他學生呢又係樣板看通過2項議題。童工對成班啲台灣嘅印度同學嚟講，其實係啲蠻實上高嘅意思。比到本印度同學都感受得到，也到童工受到唔熱心嘅態意，演奏佢哋細細嘅聲音，全部同學可以借印度童工做細嘅畫面。喺冇時數嘅替代下，有到空工味道嘅熱燒炭，填咗一啲黑漆漆嘅濃度，穿上穿下，空氣唔好又啱冇電動，係多危險嘅工作環境。可能改變過後，唔知道我幾多歲人將做得做也紅死咯。一到同學打炮打一頓，有一般嘅人應比係16到25歲。然後有一般的人，因為係26到45歲人，將做嚟做也好條路。第二個問題，唔知道一個條路一年應該要幾多錢咯？有啲同學問過後，因為工錢要500個元呢，要90元；因為係500到1000個元呢，要70元；因為要1000到2000個元將合理嘅，要30元。下來我公布答案了。就統計印度嘅空氣，會強將80歲人來做空工。加到一年我做8點鐘客家，半年下來工錢他又係新台幣10萬元邊呢。他們這麼小就要做這些事情，就很可憐。他們被感染細菌病菌。就是說，他們那麼小就一定要幫忙家裡賺錢。那如果他們產土產不動怎麼辦？不能好好的上學，然後那個如果去上學的話，又不能養活自己。然後我不能去上學，要養活自己的話，又會被老闆這個壓榨。雖然知道童工當才哥。唔過見到做出嚟嘅東西係要當到係啲英語上學大學都買嘅到位哦，係個唔啲買嘅東西係童工做位，竟然會買冇咯。會，就讓那些老闆破產了，然後就沒辦法僱用童工。會啊，我覺得說。如果我們買的話，如果那個老闆有錢，或許可不可以讓他們有多一點的薪水？應該會買，就是會想要幫助他們，讓那個工廠給他們更多就業機會，但是不能讓他們太賺錢，因為其實工廠他們就算很賺錢，也是自己在賺，也不會再給他們加薪。就剛好在看 VCR 當中看到，你呼吸嘅時候，小朋友當中意2種問題。第一是到底我去買2條人所買嘅東西麼？兩位講嘅買的東西，要當中的產品是小朋友也很常吃的巧克力。那我們先跟大家分享幾張關於巧克力童工的照片哈。來，阿夢麻煩你。那你覺得這個小朋友大概幾歲？有比你們大嗎？很吃力的舌頭都快咬斷了，再割一個可可。那我們來看另外一張，
你觉得他的表情是同一个人吗？我觉得不是同一个人。好重哦。一整袋的可可。来，如果是你，你会买他们生产制造的巧克力吗？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巧克力是不是他们做的啊？巧克力上面又没有标示说这个没有童工表做的，或这个是童工做的，我们又不知道。说得好。可可是巧克力的原料，全世界有40%的可可是对消费上岸很lợi益。采提嘅巧克力童工至少有10萬生意，大家都能接觸嘅係不用一條可可體位，竟然都係有名嘅巧克力品牌。假设我要帮助他们，我们能有什么做法？他们提出一个观念叫做公平贸易。来，珍姐，你跟观众介绍一下什么叫公平贸易。商人会去跟农民买那个东西嘛，然后商人必须要用合理的价钱去跟农民购买那些巧克力，然后商人还要用合理的价钱去卖给消费者，消费者才能合理的得到这巧克力，要不然有些商人会卖得非常贵，然后他们的利益都是自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面。那公平贸易在台湾其实已经推展了好几年的时间，我们也买得到公平贸易的东西。事实上，你们是不是也在店里面买到了？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你们买到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公平贸易的巧克力。你看，它上面写一个 equal exchange， 那后面它在英文的部分还会写一个 fair trade， 它是 fair trade for life certificate by IMO， 是由 IMO 这样的一个组织认证过，这确实是公平贸易的巧克力。公平貿易商品只總共有幾項控制。第一，係要確保生產的過程無童工；第二，係改善採提工作人的窮困問題；第三，係要減少農作物對環境的危害。其实除了巧克力童工之外，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来自印度的沙提雅提，他就想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法。那沙提雅提是用什么方式来帮助印度的童工？一起来看下面这一段画面。16年來，印度嘅童工問題都獨厲害，成年嘅本人不斷做各種嘅事，包括做香、做鞋，也收攤壓到。स्कूल नहीं जाता। क्यों? क्या वजह? क्योंकि घर में इतनी गरीबी थी, खाने को नहीं था, तो अम्मी ने मतलब। 面對童工嘅問題，去年諾貝爾和平獎嘅得主沙提雅提第3隻眼淚就救出咗8萬人嘅童工哦。It's not just an honor for me, it's honor for all those who were fighting against child labor globally. I may not be knowing them, but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are sacrificing their time and their life for the cause of child rights. 佢係成立嘅優良編輯嘅認證，消費者喺買地毯家下，所看到一個認證就代表佢買童工作為地毯。童工嘅問題冇可能短短1年內就冇睇，除咗像沙提雅提按年嘅人權鬥士，佢行下需要採地嘅政府、韓國人、消費者強下嚟上馬。欧洲很多国家的石板路一直是吸引观光客的卖点，但是比利时的媒体却踢爆一件大新闻：他们国家用的石板都来自印度的采石场，场内竟然雇佣了3000名童工，他们都不到14歲，一半的儿童没有上过学，年纪小的甚至不到8歲哦。這下茶，我一下要夾夾真嚟喲。台北市被通過人通過由老虎走出來，一隻按到太條嘅孟加拉虎跳走出去。警方承認認證老虎喺地附近內地嘅施工，做事人冇關門，老虎正會走出來。人其實嚟三山蒼蘭愛逢佢走出去，後地老虎搶走到芭蕉樹下了，處以上係一支麻醉針就撈佢捉起來，也過程當中無人受傷。為台灣醫療工作無事新風險的干擾下上午，啲無物嘅資源呢推動配套體系，提供醫療救助50年，相同人數5萬元、10萬元，不可克扣嘅係免費。當地嘅民眾就當盡經濟，認證82歲嘅小企家繼續留喺台灣，為逃累到拼命，故所嘅決定愛轉到故鄉瑞士5年嚟。
刚才这个 VCR 我们看到来自印度的沙提雅提，他透过地毯的认证，让印度童工的生活得以进一步的改善。事实上，一样来自印度有一个学校叫河滨小学，他们也提供另一种方式，让生活变得更美好。那么这样的一个 program 在台湾也有参与者，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林老师到我们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北市中和区新南国小的资优班林雨嫣老师。谢谢林老师哈。其实林老师今天要来跟观众一起介绍的一个观念，包括我在内，其实我都没有听过。原本它叫做 DFC， 它的这个 stands for Design for Change， 为改变而设计。什么是 DFC？DFC 简单来说，就是由孩子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个周遭的问题。对，那它主要是来自于印度这个国家。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个是发起人，他是色吉校长，然后他就发起了这个行动，就是让全球的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去感受生活周遭的问题，并且解决。每个小孩子的手上面都写着 I can。那我觉得这是在整个行动中，就是孩子们对自己的信心喊话，就是我做得到，我做得到，这样，然后就可以就像一个魔咒一样，可以去把自己的行动把它圆满的完成。Design for Change， 全世界10年的行动创意挑战，最多人係印度和平學校嘅校長是件唔事。對2009年到今，全世界已經有超過2500萬嘅10年呢參加過亞嘅活動。And I uncovered that if learning is embedded in real-world context, that is, if you blur the boundaries between school and life, then children go through a journey of aware, where they can see the change, enable, be changed, and then empower, lead the change. 在安尼嘅教育理念下，和平學校學生嘅去做幾年嘅事，要看背調，下後佢哋就讓安尼嘅感受用行動表現出來。行從角度同安度睇人講，比起同工之徒尤其重要嘅。每有同學同政府機關爭取愛服務，安尼都市就會係10年嘅遊戲空間。係10年嘅帶定教材正義學下，教50歲也愛讀書寫詩。唔要想去參加麼？應該加強林先生繼續同手機 DFC 嘅內容。那它这个行动是有分4个步骤。那首先是 feel， 就是感受，然后 image 就是想象，然后再 do 就是执行，跟 share 就是分享，这4个步骤。比方说在感受部分，他必须要去观察生活周遭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就是要细心的去记录啊，或者是留意周遭的问题，所以这是观察力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是想象，就是去想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那这时候就要去用一些扩散思考，或是脑力激荡啊，互相和同侪讨论，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解决他发现到的问题。对，那第3个步骤就是直接去做了。对，那个时候我那个时期的 DFC 是可以做7天，所以孩子们就用这7天的时间，实际把自己的行动想到的方法去做，这样，然后并且在最后一个步骤分享的部分去执行。那这个部分他们就要发表，并且要有勇气、有台风等等的，所以在每个步骤都可以学到不一样的情谊啊，或者是认知上，或者是动作技能上，就是我就觉得这是很好的教材。听到老师这样介绍后，我开始在想象，到底林老师帶領這個團隊，佢哋做到乜嘅，要帶來哪啲改變，佢哋下嘅兩團方面。林先生帶兩個越南國手 DFC 團隊，去年在台北台灣去到印度參加國際年比，佢哋行通嘅名嘅就揾到移民金人、移民養兒，佢係乜嘅意思呢？下來就想佢哋自家嚟設計。搞到呢方面，你如今嘅看到咧，佢哋學校做嘅東西，你現場請到2個小朋友來到你節目現場，來歡迎你是。大家好，我是劉以柔，現在讀6年級。大家好，我是李嫣佑，我現在讀6年級。我好奇問一下哈，移民金人啊，我當然知道你們取這個諧音，就你們辦的這個活動，為什麼要做移民金人？因為我們學校臨近華新街，然後有很多的新移民在讀我們學校，所以我們就想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他們因為語言的關係，所以在學校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跟同學溝通不良啊，或者是就是因為他們中文不好，所以在考試的時候都用中文嘛，那他們的考試成績就沒有那麼理想。
而且在跟同学的沟通上有蛮大的问题，有时候也会被嘲笑。我们就制作了一个校刊，就是那里面有内容有许多像是什么小 paper， 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漫画那类的内容，然后都是想办法可以帮助他们的那些学业或者是一些考试成绩更加的进步。其实他们除了在学校推广这个叫做移民金人帮助新移民这个 project 之外，他们还把它射到印度去。来，这个谁可以介绍？以柔是谁拍的？你们记得吗？这好像是老师拍的。老师拍的，你记得这是哪里吗？这就是我们在搭他们的校车的这个路边的情况。这个是，你知道这个人吗？你有没有在哪里看过？他曾经是真的人啊。你知道他是谁吗？看起来好像是神哦。来，珍姐，你知道他是谁？你看到吗？他是印度的圣雄甘地，然后他是挺久以前的人，然后他是为了让印度独立，然后有做一些改变世界的行动，就是这个绝食抗议这样。对，来，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照片。哎呀，这两位我们就认识啦，所以他们还把你们的照片做成那个海报，对不对？你们两个对跟他们拍照的女生有没有印象？那个是……来，我考他们两个，你先不要讲。阿梦跟珍姐，那个是发起人对不对？哎呀，终于看出一个了哈，看不出甘地，还看得出发起人，还不赖啊。哦，所以正式换你们分享。所以到了那边全程都是用英文。It made me more friendly and helpful。有没有比手画脚？有，第一天。那你们在其他很多人也会分享他们的这个专案，他们做的东西吗？有没有让你们比较印象深刻的？有一个南非的女生，然后她就是协助她去帮助她的国家，让儿童不要进行同婚，去阻止这件事。很多人都本来要被逼去结婚的，都取消同婚了。确实有这么大的效果哦。那以柔呢？以柔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或是你对于在印度这个 DFC 活动？这个很盛大，而且他有让我们去，就是他不是整天都是发表，他在中间就为大家开一个工作坊，有很多个工作坊，然后他会把每个国家的人分到不同的工作坊，就是他教的内容都不一样，一样是全英文，可是他就是通常都是手作或者是玩一些趣味的游戏，然后这是比较印象深刻。你们两位会推荐台湾其他的学生参与这个活动吗？会啊。你会怎么样鼓励？比方说阿梦今天想去，你觉得阿梦要做好哪些准备？他只要找到自己想要解决那个问题，其实就很容易就慢慢去延伸，然后他就可以做出一个主题来了。可是关键就在找到自己有兴趣的问题。我想要解决我爸爸不要对我那么凶的问题。这个可以拿到 DFC 讨论吗？你说可以吧？应该可以，是不是？这或许也可以给其他人的爸爸参考，是不是？所以你要去访问其他人爸爸，做一个跟家长沟通有关的活动。哎，你看他很有观察力，他一听到你的问题，他就把你发展成是一个 DFC 可以做的主题。来，你看到哈，其實總之考試看到通過嘅問題，就看到沿途嘅沙希亞題，佢提出改善佢哋沿途通過嘅方法，是認真嘅提談，來現場了解來做 DFC 嘅小朋友，強調係為咗本世界變得很難好。所以呢個禮拜節目最後，我請個各位觀眾朋友嘅時講，你有乜嘅想法，就嚟改變本世界很難好嘅，尤其你生活當中遇到嘅問題，大家要做得好好地思考一下。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那精彩內容下週禮拜六下午7點半準時收聽。社會是天父，耶！2禮拜就公平貿易巧克力做的事咯，夾掉了喲！來，一起分享。哎，你的野菜呀，你客氣什麼？我們有2包哎。除了西南國社會移民港人 ，MAD 台北的輻射國手發現南區的 DFC 發通。咁樣嘅東神氣哦，按到憲法了。因為髮廊是為別人整理頭髮的，而新髮廊就是為大家整理心情。冇錯，新髮廊就像係剃頭男模點樣樣，做得到亂炒炒嘅心嚟到槍槍。佢搭配有好聽嘅音樂、好看嘅圖畫書、有彩色筆、有圖畫紙，還有電影下嘅導購冊本。安尼心情好嘅同學就做得用自家中意嘅方式來表現輕鬆。
我怎么发现同学的问题呢？就是有时候看到他在走廊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在那边打架，然后打架完之后心情就会不好，然后就会开始哭。班上常常有很多人心情都很不好，所以想做一个能帮助他们调整心情的地方。有时候在学校啊，会有点伤心，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挫折啊什么的，然后就可以去那边抒压一下。有时候会考试考不好，所以心情不好，我就会喜欢来这边看书。那个时候老师就带我们一整班就过去，我想老师应该对于这一个活动，大概就是觉得这个活动应该很好这样子。下個唔係想我參加廿幾拜通，做第掃描打入 DFC， 無咗台灣同佔創意行通，就前面到台灣的改名哦。呢度就會有詳細嘅報名方式。就因为很多垃圾场都盖在海边啊，所以风一来把垃圾都吹到海里，然后还有观光的游客都会把垃圾丢在海滩上。就觉得说为什么生活环境是那么糟糕的？人类到底做了多少的伤害？